大派 sample 出動型男索女 sales 吸客，之後再鋸你一大筆。近日呢一間大型連鎖美容店爆出咗不良銷售風波，海關事後拘捕咗美容公司嘅財務經理同埋行政經理，涉嫌推銷時施加威嚇性嘅營商行為。見到有唔少分店都已經被圍板封住，其實早喺店鋪結業之前，攝製隊已經親身直擊美容店職員瘋狂 sell 客嘅招數，使盡渾身解數添啊！方勢片段更加係首度曝光。You look amazing！ 哇，你真係 keep 得好唔錯喎！用 sample 引你入局，再瘋狂推銷，究竟佢哋背後係點樣運作嘅咧？我哋抽絲剝繭咁樣追查，揭開佢哋嘅真面目。因為見到佢哋嘅銷售手法好有問題啦。你會點樣形容成個銷售手法啊？埋沒咗自己啲良心啦，不擇手段啦，冇人性咯。佢哋唔係為咗服務嗰啲客，而係想攞到佢哋啲 cash 咯。前員工阿 May 喺幾年前就喺呢一間大型嘅連鎖美容店做 sales 工作，佢見盡好多同事為咗 sell 客，簡直係大力，無所不用其極啊！我哋每人每日咧都需要孭30至40萬數嘅，咁再資深啲嘅同事就更加要孭過百萬數啦。咁所以我哋對每一個客咧都係取到最盡咯，一定係。咁甚至有一次就一個婆婆係佢哋會碌佢60萬嘅卡數添。佣高唔高㗎？你哋係佣高嘅，都有30% 佣金。有啲係講緊即係做幾年就已經可以買樓咯。咁同埋有啲係最勁嗰個嘅 sales 咧，佢哋可以成30萬一個月人工，即係10至30萬係好似好正常㗎啦，已經係。亦都會咧，佢哋有獎勵嘅喎，最好數嗰個啦叫做。咁佢咧會額外咧個鋪頭經理咧會送一啲名牌嘅一啲禮物咧俾嗰個跑得最大條數嗰個同事。其實喺美容店未圍板之前，我哋一早已經去到涉事嘅元朗分店度睇過，發現 sales 們哇，簡直係非常之豪爽啊！向路人大派 sample， 一見到年長嘅靚女們啊，更加係落力派添。哇！佢哋 set 埋鬧鐘㗎，每隔10幾分鐘就換一次人，有唔少人都俾佢哋吸咗入去。佢哋模式係一定企2個喺門口，咁冇話分邊啲嘅，多數係本地嗰啲企出邊嘅。咁有時經理都會行出去門口度派 sample 啊，調啲客啊咁樣啦。到初期第1、第2個 step 就會係啲普通本地女仔 sell 先嘅。咁到 sell 到咁上下，知道個客可以即係有個購物嘅消費能力啦。咁佢就自然就會出動一個外籍嘅 sales 或者經理出嚟講啦，佢哋就會有個戰術，就係好似車輪轉咁樣，將呢個 deal 盡快完成佢咯。為咗了解美容店嘅銷售模式，我哋今次派出咗2位同事假扮夫婦，去元朗涉事嘅美容店直擊成個過程，放射片段絕密曝光。呢一位外國女職員一見到佢哋，簡直係雙眼閃閃發光啊！不斷派 sample， 同時仲展開甜言蜜語攻勢，令佢哋放低戒心。Oh, you look amazing! Wow! Right now, you don't need much because your skin is good, but you need something for correction. 哇，你真係 keep 得好唔錯喎！咁先生都好本事喎 ，keep 到個老婆咁靚。呢個咩牌子嚟？我哋呢一個係 Opaca 嚟自英國倫敦。好多分別㗎。如果喺香港嘅話有5個分店，啱啱上個月底先同慢慢開咗個旗艦店，4000零尺。夠啦！你再咁讚發我哋嘅女同事，真係信以為真會囂㗎。好啦，入翻正題先嚇。個 sales 分別喺我哋嘅女同事手背同埋隻眼周圍嘅皮膚搽咗啲精華，叫我哋睇下有咩分別。每一個人出嚟嘅特數嘅嘢污糟都唔一樣，先生同你排出嚟都唔同。嗱，個棉花應該係咁白色嘅。稍後咧，你會覺得有啲緊地、掹掹地嘅喎，咁咧到個效果就出嚟㗎啦。你就會發覺，我會提拉咗緊咗。正常我哋啲客人嘅話，應該係幾分鐘內你都會睇到第一次嘅效果。哇！2個女職員咧不斷車輪轉咁夾攻我哋啊，完全唔俾我哋去諗㗎。不過呢啲 sell 客嘅招數，原來係劇本之一嚟㗎。每個客都用同一個劇本去做一場戲，就係嗰個經理咧就會好似扮打電話俾總公司。就話等總公司去攞個好優惠嘅價錢俾呢個客人，然後咧到講完電話之後咧，佢就會同翻個客講：哇！我而家攞到個最優惠價錢俾你啦咁。
咁呢個時候咧，咁第二個演員會出嚟啦，就係嗰個本地嘅女 sales 就會話吓，真係㗎，你真係會有呢個 offer 俾呢個客咁樣。咁個經理就話係，好 sure，可以冇問題。咁成套戲咁樣就會令到嗰個客人覺得係我好似好 serve 到好特別咁樣嘅喎，係一個特別客人嚟嘅。啲職員車輪戰咁樣啊 ，sell 足45分鐘，終於講到入戲肉，講咩啊？梗係講錢啦，唔通講心咩？傻豬！如果單買一支嘅話，佢講緊而家港紙係咪9000蚊一支？有啲貴。佢攞咗好多年獎過。即係呢支嘢。So the result will be very, very good for you. You don't need to buy it like other eye serum, eye cream. You buy it every month. It's something that will last you longer. 見我哋有啲猶豫，哇！外國職員立刻加碼，越送越多啊！加埋香港 sales 嘅助攻，一個主音一個和音，哇！搞到我哋簡直係招架唔住啊 Oh my god! You give her this one? Because I want her to tell her friends because she looks great and she will be a great person. 有呢個俾咗個 special offer 你，係啦，另外亦都送一個呢個出嚟俾你咯。如果加埋呢一個嘅話，其實 total 你攞走總值係8萬，總值原價，但係佢而家俾你嗰個係7000零蚊，因為佢係我哋嚟我哋公司其他喺 US 啱啱飛過嚟嘅 promoter，咁呢一啲 offer 係佢放俾你嘅。I really like your purse. Can I see? It's very cute. How much you pay for it? 咁得意嘅，無啦啦睇人銀包都幾分離下喎。好彩啊，我哋定力夠啊，齊全身而退。其實呢個係佢哋銷售當中其中一啲小節位嚟嘅。係，通常咧佢就係讚下你啊，你個袋又好靚喎，你銀包又幾靚喎，喺邊度買啊咁樣。咁喂，拎嚟睇下，用一啲呢啲嘅手法去套到佢攞張信用卡出嚟。佢哋都要叫我追 target 嘅時候，咁即係叫我更加可以不擇手段咁去做開張單嘅時候，咁我就接受唔到啦。咁所以我先至唔做啦。美容店遍佈全港，同一品牌集團嘅分店越開越多。嗱，佢哋進駐大型商場，專走高檔嘅路線。原來裝修格局都係諗過度過嘅。即係留意下咧，佢喺最前面、最近門口嗰啲位置咧，佢會 set 一啲吧台啊，或者啲吧凳啦。咁佢令到咧，佢就算帶到入去鋪頭嗰啲女士咧，佢哋會即係如果帶得太入啊，或者剩佢哋會驚會褪翻走噶嘛。咁個試完就算唔啱都可以易啲走咯。咁跟住如果個客有啲客即係可能去到肯買，咁佢就會帶佢入去嗰個鋪頭裡面嘅時候咧，佢哋會一個 VIP 咁嘅舒適區俾佢哋坐嘅。咁佢哋一定係邀請個客就坐到最埋邊，然後有兩邊咧就已經坐咗 sales 就走唔到噶啦。咁變咗佢就好似 trap 咗喺嗰個位，就算佢話想走咧，嗰啲 sales 都唔係好願喐咁樣咯。咁係有少少呢種策略性喺度嘅嗰個裝修 design。喺跟進事件期間，我哋突然之間收到呢一間大型連鎖美容店主動話要報東張，想代表公司講返成個事實嘅經過，仲強調東張會係第一手資料，又附上卡片證明自己係經理嘅身份。嗱，我哋即時聯絡卡片上邊嘅電話啦，但對方隔咗大半日先話自己係放緊假，最後就由另一位同事提供一份官方聲明。英國總公司發出聲明，內容指並唔擁有或經營香港美容院店鋪，該等店鋪由一間本地公司根據分銷協議獨立擁有及經營，因此該獨立分銷商需全權負責其員工、銷售手法、定價、客戶合約及退款等事宜。聲明又指，倫敦總部正直接處理此事，以正式要求香港分銷合作夥伴提交全面書面說明。其實我覺得未完結㗎，因為佢哋只係可能因為而家啲聲音太多，佢哋為咗避嫌啦，所以就唯有貼晒紙，好似刪咗咁，俾咗個假象人咯。其實可能佢哋仲物色緊其他鋪頭嘅新地方，然後再搬咯，做一個聰明嘅消費者咯。唔係話嗰個對方個 sales 話俾你聽嘅嘢就一定係啱咯，一定要自己做好 research。除咗近日呢一間大型連鎖美容店之外，我哋發現香港有其他嘅美容店都懷疑出現類似嘅銷售手法。我哋直擊有職員用特別技巧 sell 客，最終成功冧掂對方俾錢。
送多一個妹妹的人。攝製隊去到其中一間美容店拍攝，哎呀，佢哋竟然出呢一招啊！係影佢嘅裙底啊！唔好誣蔑咗我。哇，就咁睇都覺得好誇張下喎。咁各位觀眾記住密切留意下一集嘅東張西望啊！上一集我哋講到呢一間大型連鎖美容店爆出不良嘅銷售風波，攝製隊喺店鋪未圍板之前，已經率先親身去到元朗美容店直擊 sell 客嘅過程，氹你落搭。佢哋揀客咧都有一個即係特別嘅方法，佢就係先睇咗嗰個女士啲鞋先，或者男士啲鞋都會睇嘅。選擇係一啲比較即係冇污糟、係乾淨企理嘅，唔使一定係有牌子。佢哋 target 嗰啲都係50歲以上嘅女士啦。佢哋有個策略嘅，就係會有一個外籍人士再加個本地 sales。咁點解會有呢個咁嘅組合咧？可能亞洲人啊，即係比較可能都係有種崇洋心態嘅，即係覺得外籍人士係特別高級啊，特別有學識啊，特別令人哋敬畏咁樣啦。咁即係佢哋講乜通常都會信嘅。事件令人關注美容店嘅銷售手法。其實除咗近日呢一間大型連鎖美容店之外，我哋巡查各區，發現香港有其他美容店都懷疑出現類似嘅 sell 客招數。剛才就遇到過哈，在那個尖沙咀就遇到過，是個什麼牌子了？給了我一個試用裝，試用了一下，然後說挺好的，這個有一個眼霜不錯的，比較熱情的，然後又推薦。然後就是想讓你買走，因為挺貴的呀，我們得看一看，考慮考慮啊。哦，它怎麼貴法？可以說一下嗎？它一個眼霜2000多呢。它有很瘋狂的推銷你嗎？也有，佢可能就係講啲靚説話，等你可能對佢放鬆下警惕啊。其實你都知咩事㗎啦，佢好熱情咁樣派 sample 俾你，你會唔會要啊？多數都唔係好敢咯，因為佢你一攞咗人啲嘢，佢就會嗌你留低腳步㗎啦。幾年嚟都不停都有呢啲咁嘅銷售。尖沙咀呢間美容店生意就最旺，主打內地客。我哋直擊佢哋點樣出盡力 sell 客啦。媽媽休息你的眼袋，等你的肌肉強化，不會給他呢個唔成功唔緊要，佢哋再接再厲啊！咦，又有新客啦！呢一位嚟自東北嘅阿姨，一試就試咗成粒鐘啦。姐姐從哪裡過來玩？哇，遼寧嗎？還是黑龍江？哇，好像是好的。姐姐，你要記住，不止沒有眼袋，我沒有眼袋，他的肌肉緊張就好。你等一下。好，隨即整啲眼霜俾佢試下啦。你看不看到？你看一下，看不看到？哇，男 sales 口才了得，落足嘴頭係咁 sell 啊！佢仲立即打電話幫客人向公司爭取 discount。如果姐姐第一次過來用，可以做整個整個給。如果你平時用，很多客人都精華多一個，但送多一個那小樣小一次的，看你的用。好吧，又8折又送嘢，氹得阿姨鬼咁開心。之後職員就梗係帶佢去 cashier 俾錢啦。不過翻到嚟以為拎貨就走得，傻豬嚟嘅。因為你們那邊比較冷氣的，姐姐有沒有試過我們的機器？哦，不要了，不要了。明明阿姨講咗不要啦，仲要繼續 sell 嘅。面膜裡也沒有一起司啊，也沒有。那它面不簡單，不需要起的嗎？對啊，這個是非常好的。這個最好的面膜。幫你敷一下嘛。對，給你試一下。之後連外籍 boss 都出埋場啦。And then you have this. Oh, I understand. I understand. 姐姐，老闆說他是買2贈1.5，但是僅靠點。And then, if missing this, yeah, eye fever, eye treatment, yeah, she try eye, yeah, she try eye, no but 這個是 really 對。Because I can see 雞眼袋，很好，氣管。
You can see， 这个姐姐你看一下 ，I give her the most expensive set. This set is this. This is the most expensive. 可惜送咁多嘢，阿姨依然係堅守底線，不為所動啊！咦，呢一刻 Big Boss 都終於使出殺手鐧啦！知道阿姨其中一個女生日，佢竟然 Happy birthday！滿滿嘅情緒價值，阿姨終於失手，再一次乖乖咁跟住職員去俾錢咯。花咗成粒鐘費盡唇舌，呢一刻兩個職員都忍唔住嚟個深深嘅握手啦。至於 Big Boss 啦，就梗係吊頸唞下氣，同外籍女同事啊去到便利店買杯咖啡慶祝下，順便行個街先。我哋趁阿姨離開，我哋就即刻上前了解下。我們剛剛消費了多少？消費買那個15000，就是買了4瓶啊，精華、面霜、面膜。他說先給你試試，然後就開始說一樣又一樣的推銷啊，一直推銷。就是說用什麼優惠啊？你買什麼東西然後優惠啊？有什麼2贈1啊？那15000你覺得合理嗎？我不太了解這個品牌。不了解你還買？他給我一頓做呀。不過荃灣另一間嘅美容店，呢兩個阿姨入咗去，俾人燒咗半個鐘先出翻嚟，但係咧佢哋就謹慎得多啦。萬幾蚊一次啊！萬幾係咩嚟㗎？眼部產品咯，溶脂，即係精華同埋頭先我冇過，我都去查一查啦，試下，會有少少拉緊咗咯。有冇叫你買啊？都有嘅。啊，咁我未用過嘛，未用過點知好冇一次過萬幾蚊，人哋就覺得會去諗一諗咯。不如去微整好咯，即係直接打膠原蛋白嗰啲。為咗了解更多，我哋嘅男同事隨即入去呢一間美容店睇過，職員同樣係照板煮碗㗎，喺門口派sample引你入去，然後喺同事隻手搽啲精華，又關心佢嘅身體狀況。你會見到呢度咧，白色乳白色係啲乜嘢咧？幫你溶翻你底層污糟嘢出嚟。你見我一滴水都冇加啦，都噴到咁多嘢出嚟。而家塊面開始咧發炎啊！你再唔理佢咧，你會變咗濕疹。職員係咁步步進逼，連俾你諗買唔買嘅機會都冇，就即刻打石錘棍上咁問你。我想問你係用咩卡啊？因為今日咧呢個真係好抵，呢個買個面霜會直接送埋呢一個洗面俾你，成個套裝咧3800一售，我唔想你蝕咗，你冇蝕俾我公司啊，佢1950就 OK 啦，我覺得唔使諗咁多嘢嘅。我哋都要嘅。你買隻錶10幾萬啦，千零蚊啫喎，你買件波買錯。雖然金額唔多，但職員都搶到盡啊！但係最終男同事都成功撤退。我哋再去尖沙咀其他美容店了解，見到有2個職員企咗喺門口，突然間個男職員衝咗出嚟喎。咁你係咪影緊個女同事啊？唔驚啊！啱啱我嗰個女同事望緊，佢話你經過咗幾日，跟住你點樣幾日啊？每一次都喺度影佢，我個同事認得你啦。你係影啲乜嘢先？你係影佢嘅裙底啊？你可以有其他女仔嘅相啊？唔好誣蔑咗我。純粹我問下你。哇！真係冤枉啊，大人，無啦啦俾人質疑偷拍女職員裙底。嗱，其實我哋今次都係第一次去呢一間分店㗎，又點會嚟咗幾日呢？美容店男職員隨即報警，門口越企越多職員啦。期間有外籍嘅職員影低同事嘅樣，有女職員仲即刻離開鋪頭避一避風頭。警察嚟到現場了解情況之後，都證明咗同事嘅清白啦。我哋再嚟到涉事嘅鋪頭，發覺佢哋已經係提早收鋪㗎啦。我哋再問下附近鋪頭嘅職員，佢哋就話咧，佢哋已經係冇再着制服，變晒着便服同埋戴晒口罩㗎。咁雖然佢哋有繼續派 sample，但係明顯係收斂咗。至於尖沙咀其他分店，都同樣提早結束營業。嗱，到咗另一日，我哋再去翻呢間嘅美容店，有職員曾經大唱生日歌，成功冧掂客人喎。
因為見到你哋咧幾個職員咧都輪住車輪戰一個客人咧，咁我個客人都表明話想走啦，咁但係你哋都冇俾佢走啊？係咪你哋不嬲都係咁樣 sell 客㗎？不嬲都係用呢個銷售手法㗎？其實我哋都聽過咧，你哋咧外國嘅同事同埋你哋本地嘅，好似有劇本咁樣 sell 客㗎喎，係咪咁樣嘅咧？我哋咧就嚟到現場啦，咁都問咗啲職員問題啊，咁但係咧佢哋就冇回答啦，同埋咧所有職員都雞飛狗走晒。呢一間公司事後發出聲明指，佢哋同近日嗰間嘅大型連鎖美容院完全唔存在任何關係，雙方唔存在任何共同擁有權、管理權、員工或任何形式嘅商業關係。